新闻头起先来看桃园杨梅去年到今发生5件公共灭火器爆炸案件，拆开了后，这生鲜后起情形真严重。调查发现，这挂爆炸灭火器拢是自2022年买的，虽望拢伫咧使用期限内，不过公所已经下令回收942支，阁有300多支嘛拢会收到回来。 炮火罐管啊下骹爆开，管啊底嘛会当看出生鲜甲真厉害。这是顶个月伫咧上午，炮火罐家己爆炸，边啊一个连底拢规个无去的，是这个月伫咧复工，同款炮火罐家己爆炸。对一直发生炮火罐爆炸，有的民众是真烦恼，嘛有民众感觉无遐严重。如果爆炸当然会啊，那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啊，因为灭火器爆炸，灭火器不是来灭火的吗？怎么会爆炸？时间到了，那个区公所就会去换了。 那会担心爆炸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们附近没有听说。当然担心，我真的要回家考量家里的那个已经蛮旧的那个灭火器要来太旧，要来换新。议员批评讲，敢若伫杨梅最近1年就发生5件，就敢若不定时的炸弹，呼吁市府要建立巡检平台。杨梅区公所回应讲，持续加强公共炮火罐的巡检控管，会甲已经伤旧的炮火罐来汰换，保障大家的使用安全。 从去年8月至今，已发生了5起，造成人伤财损，也让原本救灾的器具成为不定时的炸弹。厂商是初步判断都是因为锈蚀比较严重，然后这个干粉洒出来的这个情形。 针对这家己爆炸的炮火罐，公所调查发现讲，这拢是2022年的时阵采购的942支炮火罐，同款伫咧使用年限内，但是已经过保固期。即卖因已经发文请里长协助来回收，目前阁有300支还未回收回来，按算6月初6真正就会当完成回收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